今日同大家睇下380尺3房一廳單位，採用簡約楓木系家居，中木色再配合少量石英紋設計，增加整體層次。入門口右側做咗個到頂式置櫃，上層儲物，下層就反較薄嘅空間做翻斗式鞋櫃。轉角來到飯廳位置就做咗個同色系嘅餐邊櫃，加咗3隻櫃桶同改咗收納間隔，方便分類客廳用品。為配合業主需求，特別用咗2個木櫃咗間獨立細房，3尺單人床空間連帶做地台床，可以增加家居儲物空間。客廳牆身同時用中式木格柵、白色、淺灰3種顏色堆砌出設計層次。電視牆左側黑框玻璃展示櫃連內裝燈帶，下面都有櫃桶同花面櫃，可以分類置物。單位最入面嘅空間用黑框薄磨砂玻璃趟門房，無論關起或者打開都依然可以令陽光透入客廳。再來介紹埋主人房嘅設計，房間左側整面做入牆式衣櫃加儲物，每個間隔都根據業主需求而設計，櫃桶、掛架、摺疊分類格一應俱全。廚房同樣沿用中式木系搭配白色設計，牆身換咗淡灰色雲石紋磚，令視覺上多一絲變化。L 型廚房台面將電磁爐位置留反係中間區域。浴室改咗黑框磨砂玻璃門，砂色牆磚搭配中式木系浴室櫃，令整個空間偏暖色調更柔和。鏡櫃帶儲物空間同開放架，櫃底吊高設計避免積水。石英石一體盤更利落，弧形黑框清玻璃雙開式趟門月屏，做乾濕分離，比起其他類型更節省空間。有興趣了解更多，可以隨時電話聯絡我哋，亦都歡迎隨時到我哋3有嘅觀塘門市睇下。